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媒人喙，好蕊蕊。媒人在讲亲情的时阵，为着要甲代志讲好成，总是会甲双方的背景甲条件，用一寡较好听的话甲讲出来。有当时爱等双方结缘了后，才发现讲对方并无像媒人讲的遐尼好。所以咱会用这句俗语来形容一个人讲的话无法度互人完全信道，就亲像白少候选人为着要当选，支票是学袂开，真正互伊选调，才来讲这做袂到，迄无法度。这敢毋是媒人喙好蕊蕊？亲像这款人，后回都毋通搁转互伊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